廣州芳村著名網紅 Angela 近日遇到啲阻滯嘢，話說佢通過交友軟件約見無知無畏網友，開間房進行禁室培育，喺房間裏面研究生物學嘅高端話題，非法律框架下嘅人類遺傳物質的交換與傳遞。事前又見有啲肚餓，為咗增加辦事嘅體力呢， Angela 就提出叫個外賣壽司上房，順便又可以玩下人體壽司城，增加下情趣。於是由女方通過外賣平台下單，男方微信轉賬報銷咗217蚊俾佢。一箭雙雕，一哭一爹嘅負距離接觸期間經過熱心網友舉報，警察聞訊上門巡查，發現咗雙方嘅交溝同埋交易記錄。經過咗民警4小時嘅不錄盤問最後係因為外賣平台下單嘅數額同埋轉賬數額相近，兩筆交易發生嘅時間亦都相近。最後係未將本案定性為賣淫嫖娼事件嘅。坤哥話原來啲行情係咁樣嘅，之前食親都有啲貴味，有啲蝕水喎。阿禪就問到底點樣可以區分一夜情約炮還是係賣淫嫖娼呢？前者係道德倫理調整嘅範圍，後者屬於法律制裁嘅範疇。區分嘅標準都好簡單嘅，第一就係對象嘅不特定性，一般公安機關係通過問及對方嘅姓名啦，同埋認識途徑、認識時間嚟到確定嘅，唔限於異性之間，好呢口嘅同性都係可以嘅。第二就係行為是否以金錢同埋財物，包括禮物等形式為媒介嚟進行嘅。坤哥就引發咗一系列嘅靈魂拷問，佢問我係咪唔俾錢就冇事呢？唔俾錢容易演變成為強姦，更加唔抵。佢又問，如果我嘅戀愛對象本身就係一個外圍女呢？呢種情況之下，即使你真心愛佢都好啦，基於對方嘅一個職業特性，公安機關理所當然都會將你當成係嫖娼處理嘅。坤哥又問，如果每次都係同一個人，咁又點計數呢？一般唔犯法，亦都唔違法，哪怕你已婚都好啦。你聽講過幾多個婚內通姦、包二奶嘅會真係被定性為重婚罪嘅呢？除非對方嘅另一半係軍人啦，最好雙方嘅聊天記錄裏面表達得親密啲，存在感情同埋精神嘅交流，學到嘢嘅男人就會講我要跟你談戀愛。坤哥最後問，如果嫖娼真係俾人斷正，咁點解決呢？我話你可以話呢筆錢係彩禮嚟噶嘛，並且你哋聽日就去領證，然後申請行政復議、行政訴訟，可能有啲希望啊。最後就要上下價值啦，無論你係網紅、明星，還是頂流，還是愛如潮水嘅區長都好啦，一定要守住自己嗰條底線，保持住對法律嘅敬畏之心。法律係對人最低嘅道德要求，要保住嘅唔止係你嗰份工，仲有下半生啊，咁先有可能過好你嘅下半生。關注我，我係江律師，帶你感受法律嚴謹嘅快樂嘅一面。